来继续来看位于台中大甲偏远地区的西基国小，走廊积水，外墙的铁路一直在落。当地代表要接到相关的单位到场会勘，希望赶紧来办理着改善的工程，确保着师生的安全。 大甲区的西基国小因为建物伤旧，加上走廊阁有洗手台长期排水不良，一落雨就会积水，对师生的安全嘛造成问忧。小朋友在行走上很危险，那每次遇到下雨都要去扫水，但他走廊积水啊，所以楼板的水泥块很多就锈蚀，然后水泥块会崩落。 校方表示，经过评估了后，改善内容包括水管、走廊等等的项目，需要经费大约984万。 国教署编列85%的经费，其他交予市府教育局来处理。也希望在孩子安全上面给予最大的协助，赶快来解决这些孩子的问题。改善工程大约需要1年的时间，希望会使量责完工来确保师生的安全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